新會葵湖公園旁，坐落住擁有優良設備設施環境同優秀醫療服務團隊嘅新會區養老中心。中心喺2019年12月正式投入使用，傳統嶺南建築元素，精巧嘅新中式隔窗，淡雅中透住大氣，讓人耳目一新，流連忘返。從香港西九龍高鐵站乘坐復興號2個鐘可到江門站，換乘的士15分鐘即到達養老中心，亦可坐跨境直通大巴，從香港市區出發，約2小時可到達新會。喺新會區中醫院管理下嘅養老中心，共設床位1000張，分醫療區同養老區，充分發揮2級甲等綜合中醫醫院技術同管理優勢，首創醫院託老養老嘅特色服務。喺呢度，長者都配備專屬中醫師同護士全天動態巡查，形成個人檔案同治療保健方案。喺呢度可以參加保健知識講座，學習8段錦等，享有3復舊等保健治療。喺呢度只有老年病科、內科、康復科，實現無視養老、有病治療嘅閉環式管理。喺呢度開設養老失智專區，加治療老年病科嘅醫養結合模式，為慢性病長者提供全程防治管理服務，實現小病不出樓，大病不出院。走進養老中心，每個繁枝細節都透住文化養老、全息健康、生態養生嘅理念。近2000平方米室內活動空間，讓你置身歡樂嘅海洋。花燈猜謎、葵園曲藝、詩歌朗誦、藥膳月餅、暖心湯圓，層出不窮嘅節目，一張張歡笑嘅面容，一句句溫馨嘅問候，令老人們每日都開開心心。讓長者老有所養，養有所依，養有所學，養有所樂，頤養天年係新會區養老中心嘅永遠追求。